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 Tony 嘅地產頻道，我係 Tony。咁啊，講起2025年到2026年嘅一個中山樓市啦，咁個個都係講緊嘅係以價換量啦、降價潮啦。咁今日 Tony 嘅話咧，要同大家拆解嘅係中山南部兩個慳錢又實用嘅一個片區嚇。嗱，冇錯啦，就係三鄉同埋坦洲呢兩個地方啦。咁呢兩個地方咧，咁佢亦都係港珠澳客群體咧嘅常客嚟㗎啦。咁啊，靠嘅咧係實打實嘅一個臨珠通勤加成熟港人配套加親民價格啦。咁我亦都係睇翻2025年全年度嘅一個銷量數據啦。咁呢兩個片區嘅話咧，喺中山港澳客嚟講嘅話咧，購房佔比當中咧係超過60%嘅。咁亦都係中山最接近港人生活習慣嘅一個片區之一嚟㗎嚇。咁啊，今日咧 Tony 咧就用最接地氣嘅一個角度啦，同大家講清楚三鄉、坦洲兩個片區嘅一個核心差異啦。2026年最新嘅樓市行情、熱銷樓盤嘅一個優缺點啦，仲有就係最緊要嘅避坑指南加購房建議嚇。無論你係珠海嘅一個通勤剛需啦、港澳養老度假啦，定係低預算上車，睇完呢條片嘅話咧，咁啊相信大家咧就會心水清㗎啦。咁啊喺影片開始之前啦，咁啊大家都係老規矩嚇，記得點翻個 like 俾阿 Tony， 或者係評論區打翻支持兩個字啊。好啦，咁啊先講講大背景先。咁啊三鄉同坦洲啦，點解成日會被擺埋一齊講呢？有咩核心唔同呢？嗱，如果有朋友仔第一次睇中山樓，咁可能會將三鄉同埋坦洲係混為一談嘅。咁啊覺得兩個地方咧都係屬於中山南部，都係近珠海。咁啊當然啦，坦洲咧亦都係會更加近嘅。咁啊但係呢兩個片區嘅一個定位啦，同埋價格啦，適合嘅人群啦，係完全唔一樣嘅嚇。咁簡單啲嚟講嘅話咧，坦洲就等於係臨珠嘅第一梯隊啦，近珠海加高配套加稍高嘅價格啦。咁三鄉咧就等於係性價比之王啦，慢生活啦加低價格加稍遠嘅一個通勤啦嚇。咁啊兩個片區咧都係有一個共同優勢啦，係緊貼住呢一個珠海同埋澳門嘅。咁啊係遠離咗中山嘅主城區嘅。咁啊但係咧係屬於港珠澳半小時生活圈嚇。咁啊坦洲離珠海香洲咧南屏啦，咁啊僅僅係一路之隔嘅啫。咁啊開車5分鐘到10分鐘之間啦。咁啊亦都係可以去到珠海嘅核心區啦。咁啊三鄉離珠海嘅唐家灣高新區啊呢啲咧都係講緊15至20分鐘嘅一個車程啊。嚟澳門咧都係講緊40分鐘嘅啫。咁而且嘅話咧兩個片區咧都係有香港直達巴士，屋企樓下咧就可以上車㗎啦。咁啊返香港咧亦都係唔使轉車嘅。咁如果話揸車的話咧，咁返香港基本上咧都係大家時間咧，亦都係差唔多嚇嗰個通勤時間。而且嘅話咧，三鄉坦洲嘅一個樓市啦，其實係我覺得係穩中有降嘅。咁就唔算話係嗰啲大起大落嘅。咁啊原因咧就其實好簡單啦嚇。咁呢度嘅一個購房主力咧，咁全部都係珠海外溢嘅一個剛需啦，加港澳養老嘅接客啦，唔係靠深中通道嘅一個規劃，而係靠實打實嘅一個居住需求啊。咁啊，所以價格嚟講嘅話咧，呢度亦都係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嘅。咁同埋2025年啦，咁整體嘅一個價格咧，咁啊嗰個幅度啊，咁啊大概咧亦都係有下降咗10到15% 嘅。咁而且多數咧係發展商出嘅一啲特價房源啦。咁啊正常流動咧，咁啊變化就唔會係太大嘅。咁啊對於自住客嚟講咧，而家呢一個水位，我覺得係可以考慮上車嘅。好啦，咁啊先講一講坦洲先啦。咁呢個地方可以話係中山最近珠海嘅一個片區，係沒有之一嘅嚇。咁啊地處中山，雖然就嚇咁啊，但係咧街上基本上你所見到嘅都係一啲粵 C 車牌啦。咁啊好多坦洲嘅居民啦，日常嘅一個消費啦、工作啦、讀書啦，都講緊喺珠海嘅。咁啊坦洲咧只係作為一個稅城嘅啫。咁啊正因為係咁啦，咁啊坦洲嘅樓市咧一直都係靠住珠海嘅一個高房價外溢支撐啦。咁啊珠海香洲嘅話咧，大概均價咧就3到4萬到啦。咁而坦洲嘅話咧，先至1萬到16000蚊都係有成交嘅，一半都唔使添啊，比珠海平嚇。咁啊對於好多珠海客嚟講，性價比咧就直接拉門嘅。咁啊坦洲樓盤咧，咁啊幾乎咧都係一啲超大盤啦。咁開發時間咧，亦都係比較長啦，配套比較成熟啦。咁同埋社區裏邊嘅港人佔比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最誇張嘅，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國際花城啦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嘅港澳客咧佔比係去到
78%嘅，咁啊接近80%啊。咁啊行入去咧，聽到嘅大部分都係講廣東話啦，就好似喺香港嘅一啲屋苑咁樣啦。咁而且嘅話咧，2026年嘅一個坦洲啦，買家咧都變得係好理性啊。咁啊騎樓冇人聞，現樓最吃香。咁啊今時今日大家咧都係怕收唔到樓，咁啊所以開發商咧基本上都係紛紛推出咗呢一個現樓，兼且係零交付風險㗎嚇。咁啊 Tony 咧亦都係揀咗4個2026年坦洲最火嘅樓盤啦，同埋咧我亦都係認為喺坦洲買樓嘅話咧，咁啊係得嗰3-4個樓盤係睇得嘅，咁啊其他咧都係麻麻地啦嚇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同大家講一講實情啦，咁啊有讚有彈啊，客觀講解，咁啊排名咧亦都係不分先後嘅。咁啊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嗰個敏捷感受國際花城啦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嘅話咧，咁亦都係坦洲嘅一個銷冠王啦，加上千畝湖景大盤啊，咁啊連續亦都係3年以嚟咧坦洲嘅3冠王嚟㗎。咁啊2024年咧仲係中山全市網簽排名第1添啊嚇。咁啊優點咧就社區配套比較齊全啦，咁啊幼兒園啦有3間嘅，小學咧有2間嘅，咁啊樓下咧亦都有前大媽啦、生活超市啦、茶餐廳啦，仲有埋呢一個香港嘅直通巴士嘅。咁啊湖景咧亦都係比較靚啦，港人社區氛圍比較濃厚嘅。咁啊帶埋裝修，均價咧大概係10,500到11,500之間嚇。咁啊特價房源咧就9字頭都有㗎啦。咁啊都有缺點嘅，咁啊缺點咧就位於呢一個坦洲北部啦，咁啊離呢一個鎮中心啦，咁啊亦都係有少少距離嘅。咁啊樓盤咧就比較依賴自身嘅一個配套啦，咁啊同埋超級大盤二手樓嘅一個競爭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大嚇。咁啊將來要賣嘅時候咧，咁啊放盤嘅人咧，亦都係會太多嘅。咁啊所以要轉手咧，就好老實講先降價啦嚇。呢啲都係大盤嘅通病嚟㗎啦。咁啊戶型設計咧就即係中規中矩啦，咁冇太多驚喜嘅。咁呢個樓盤嘅話咧，咁我個人認為適合咧係一啲港澳養老啦、珠海通勤嘅一啲家庭客，並且係打算長期持有嘅一個朋友嚇。咁啊第二個啦就係中澳春城啦。咁啊成個項目嘅話咧，咁就成熟大盤啦，80萬方嘅一個成熟大盤啦，坦洲林珠核心區嚇。優點咧就係中澳集團本地嘅一個老牌開發商啦。咁啊實力咧亦都係比較穩陣嘅，爛尾就一定唔會㗎啦，都係有香港直通巴啦。咁啊業主單程咧就大概90蚊到啦，咁就可以搭巴士直通翻到香港㗎啦，亦都有奇關巴士啊，翻珠海、澳門咧亦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同埋屋苑咧，亦都係屬於係一個低密度社區啦。咁啊10萬方嘅一個東南亞園林啦，有泳池啦，彩虹跑道啦，現樓無坯啊，單價大概係11,000到12,000蚊都有嘅。精裝修、大裝修嘅大概12,000、13,000咧都係有嘅。咁啊戶型咧亦都係唔錯啊，嗰個贈送面積。咁啊露台花池咧都係有贈送嘅，受用率比較高啦嚇，成個樓盤都冇乜問題。咁但係缺點咧都係有嘅，西邊同埋南邊咧咁啊亦都係有一啲舊廠房同埋自建房啦。咁啊城市界面咧亦都係一般般啦。臨環市南路咧咁嗰啲低層咧亦都係有噪音同埋粉塵嘅影響嘅。高峰期出入珠海咧咁啊亦都會塞車嘅。咁啊呢個樓盤咧，我個人認為佢係適合經常往返香港或者係珠海嘅一啲剛需客嚇，特別係重視一啲社區環境嘅家庭嘅。好啦，咁啊落翻嚟第3個樓盤啦，坦洲嘅佳景康城啦。咁呢個盤嘅話咧，咁我認為佢係坦洲改善型嘅天花板啊。咁啊佔地嘅話咧，就130萬方嘅一個超級大盤嚟嘅，服務質量啦，樓盤嘅一個服務質量嚇，咁啊亦都係比較高嘅。緊貼住珠海啦，呢個地理位置真係冇得彈㗎啦。咁啊5分鐘咧，亦都係可以去到珠海嘅主城區啦。咁樓盤咧，同時亦都係精裝交付嘅。咁呢個交樓標準咧，亦都係比較高㗎嚇。咁啊帶埋呢一個大金嘅中央冷氣啊，戶型贈送咧，呢啲亦都係比較多嘅。106方咧，亦都係可以做到4房2衛嚇。咁啊實用率咧，亦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啊社區配套亦都係比較齊全啦。咁啊商業步行街啦、運動館啦，呢啲全部都有齊嘅。並且1、2、3期咧已經係安全交付嚇。咁啊居住氛圍咧亦都係好成熟嘅。咁啊缺點方面啦，價格高就梗㗎啦。咁啊精裝單位咧，咁啊大概價格咧係15,000蚊到16,500蚊每平方啊。咁啊呢個價格亦都係坦洲嘅改善天花板嚟㗎啦。咁啊高峰期嘅話咧，
咁啊進出呢一個珠海咧可能會比較塞車嘅。咁啊4期咧係期樓嚇，要2026年嘅年底先至可以交付到嘅。咁啊適合珠海改善客啦，同埋係一啲港珠澳高端嘅一啲置業客嘅，並且係重視呢一個社區品質嘅朋友嚇。好啦，咁啊講講下一個啦，第4個啦。就係裕豐名門啦，咁啊坦洲8年嘅一個成熟大盤啦，咁啊優點咧就純精裝現樓啊，即買即入住啦。咁啊2026年咧均價大概咧就11,000到12,000蚊到咁上下嚇，咁啊性價比咧亦都係比較突出嘅，配套亦都係比較齊全啦，5大園林組團啦，亦都係有一啲立體嘅布式水景啦、室內游泳池啦、羽毛球館啦、籃球場啦，同埋200米嘅一個塑膠跑道嘅。咁啊，全年段嘅嗰個休閒需求咧，基本上都係滿足晒㗎啦。地理位置咧，咁就比較優越啦，雄踞珠坦嘅一個城央位置嚇，10分鐘咧，亦都係可以去到珠海嘅華發商都啦、山姆會員店啦，4大商圈環繞服侍住嚇。咁啊，戶型咧亦都係戶戶朝南嘅，全面採光呢啲係冇問題嘅嚇。咁啊，戶型亦都係比較實用啦。咁啊，89方啦，咁啊到138方，3至4房，實用率高嚇，動靜咧亦都係比較清晰嘅。咁啊，缺點咧就物業就唔使講啦，一定差㗎啦。兼且嘅話咧，容積率去到3.32，整體嚟講係偏高嘅。樓間距咧亦都好似打茄輪咁樣嚇，部分流動咧對視咧就好有問題嘅。咁啊，亦都係臨近呢一條譚龍南路啦。咁啊，低樓層嘅一啲單位啦，都係有車流嘅噪音，同埋高峰期咧，咁啊亦都係比較容易塞車嘅嚇。咁啊，適合一啲珠海前山啊、香洲嘅一啲通勤剛需改善客啊，亦都係重視社區配套同埋一啲現樓保障嘅港人家庭啦。咁啊，總結一句咁啊，坦洲咧就細發展商咧就比較多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針對性睇坦洲樓盤嘅話咧，咁我亦都係俾啲小建議大家嚇。嗱，咁啊，首先嘅話咧，要避開一啲咩細發展商嘅一啲期樓啦，因為坦洲咧好多細盤啊，甚至乎係蚊型樓盤啦，咁啊價格咧亦都係平嘅，咁但係咧實力咧就好差嚇，交付風險咧亦都係有問題嘅，寧願俾多少少買一啲品牌好少少嘅樓盤啦。第二個嘅話咧就係避開一啲臨近主幹道嘅嗰啲樓盤啦，咁啊特別係同珠海交界位嘅嗰啲樓盤啦，低樓層咧就一定好嘈㗎啦。坦洲嘅車流量啦，普遍嚟講都係比較大嘅，同埋噪音咧同埋粉塵啦，呢啲都係比較嚴重嘅。咁啊一定係要揀一啲中高樓層或者係一啲遠離馬路嘅一啲樓棟啦。咁啊第三個嘅話咧，如果你係考慮投資咧，咁你就唔使諗㗎啦。企埋一邊就得㗎啦，因為二手放盤量咧係好多嘅嚇，咁啊流通性咧亦都係極差嘅。咁啊坦洲只係適合長期持有或者係自住嘅嚇，或者係貪方便往返港珠澳嘅一啲買家朋友嘅。咁啊第四個咧就係睇樓一定要睇下高峰期嘅一個通勤情況啦，早高峰啦7點至9點啦，晚高峰5到7點嚇，揸車咧行一次珠海通勤嘅一個路線，同埋去關口嘅路線，睇下點樣啦。咁啊睇下塞車情況啦。睇下自己是否能夠接受到啦。咁啊，第五個咧就係日進半島啊、優越香格里啊呢一類型臨商圈同埋加上狹窄嘅道路嘅呢一啲樓盤啦，一定係要實地體驗下嗰個噪音同埋通勤啦。尤其是優越香格里啦，咁呢個樓盤嘅話咧，除咗樓下有商場之外啦，咁屋苑嘅話咧嘅一啲內部設施啦，基本上已經係好舊㗎啦。咁啊，好似年久失修咁樣啦嚇。咁呢啲盤咧雖然係方便，但係咧亦都係存在咗有明顯硬傷喺度㗎嚇。咁啊，其實講完坦洲啦，咁我哋再講講三鄉啦。因為三鄉嘅話咧，咁啊最出名嘅莫過於係三鄉溫泉啦，以及係香港朋友熟悉嘅雅居樂呢一個品牌發展商嚇。咁啊起家咧就係喺三鄉嘅。咁啊當年早期第一批翻嚟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啦，咁我諗大多數咧都係會揀三鄉嘅。咁如果早期嘅嗰班業主仲響度嘅話咧，咁我諗已經係超過100歲㗎啦。咁啊三鄉同坦洲咧，咁其實咧就喺隔離嘅啫。咁啊因為佢哋係距離珠海香洲啦，咁啊大概係20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嘅，距離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啦，都係講緊30分鐘就到㗎啦。咁啊雖然咧通勤咧就稍微遠咗少少嚇，咁啊但係三鄉咧有2個最大嘅優勢喺度嘅。咁啊首先一個咧就係我認為啦，就係價格咧就更加低嘅，咁啊生態資源咧就會更加好嘅。咁啊2026年三鄉嘅一個樓價咧，僅係
坦洲嘅一半嚇。咁啊，均價5字頭到9字頭都有啦。咁而且三鄉咧係背靠住呢一個五桂山啦，咁啊生態環境咧亦都係比較好嘅。咁啊居住舒適度咧亦都係比較高嚇。如果係通勤方面你諗得掂嘅話，甚至乎係你有車揸嘅，咁呢度我認為絕對係低預算嘅不二之選嚇。咁啊，三鄉2026年嘅一個核心特點啦，無非就係性價比拉滿加國企大盤為主嘅，加現樓居多嚇。因為三鄉嘅一個樓市咧，2025年之後咧，幾乎係俾國企啦同埋大品牌嘅一啲發展商去壟斷晒㗎啦。咁啊，而一啲細發展商咧，幾乎係冇市場嘅，所以咧大家咧都係會揀國企，因為交付風險係低嘅嚇。咁而且絕大多數嘅都係現樓嚟㗎啦。亦都係即買即住啦，咁對於擔心爛尾嘅朋友仔嚟講咧，咁我認為呢度咧係非常之友好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三鄉，亦都係港人客群嘅一個主要養老嘅一個度假地方啦。咁啊，加上低預算嘅一個置業啦，所以社區節奏咧亦都係比較慢嘅。咁啊，環境安靜啦嚇，配套咧亦都係以生活實用型為主嘅嚇。因為三鄉目前嘅話咧，主打就係得2個熱門樓盤嘅啫。咁啊，第一個咧就街知巷聞啦，華發觀山水啦。咁啊，三鄉嘅千畝湖山大盤，咁啊華發國企開發啦。咁啊優點咧就一個字啦，平，全現樓銷售啦。咁啊毛坯咧6000到7500蚊都有嘅，精裝修咧就7000蚊到8000蚊每平方啦。咁啊特價單位咧就5900蚊起步就可以買到噶啦。咁呢個價格咧，絕對係三鄉嘅一個性價比之王嚇。背後咧，亦都係靠住呢一個五桂山啦，內有天然湖泊，咁啊生態環境亦都係唔錯嚇。40% 嘅綠化率，低密度社區，居住舒適度咧非常之高啊。咁啊加上華發物業啦，咁啊服務亦都係有保障嘅。咁啊社區配套咧，亦都係比較齊全啦。咁啊亦都有齊商業街啦、泳池啦、健身房啦，呢啲全部都有噶啦。咁啊缺點咧就係離呢一個珠海主城區咧就稍為遠咗啲嘅。咁啊通勤咧起碼都要20分鐘以上啦。咁啊公共交通咧唔算話特別之方便，適合一啲有車一族嘅朋友啦嚇。同埋周邊係缺乏咗呢一個高端商業配套嘅，咁啊只能夠依賴住樓盤自身社區嘅一個自身配套啦。咁啊適合一啲港澳養老度假低預算嘅剛需啊，同埋中意生態環境嘅朋友㗎嚇。第二個咧就係我認為就駿景峰啦，因為呢個盤嘅話咧，亦都係三鄉密度最低嘅一個景觀樓盤嚇。咁啊優點嘅話咧就唔使講啦，容積率亦都係比較低嘅，僅係1.5嘅啫。精裝現樓9500到11000蚊每平方嘅嚇。咁啊亦都係南向直面呢一個高爾夫球場啦，咁啊湖景啦、山景啦。咁同埋別墅景啦，咁有幾重景觀嘅，咁啊視野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啦，同埋非常之靚嚇。低密度社區，咁啊居住舒適度咧，亦都係比較高嘅。現樓零交付風險，臨近呢一個105角道啦，交通方便嘅。咁啊20零分鐘咧就到呢一個珠海香洲啦。咁啊整體嚟講都算係方便嚇。咁啊但係缺點咧就都好明顯嘅呢個樓盤，因為周邊嘅一個城市界面咧就真係好一般嚇。咁啊臨近呢一個角度啦，或多或少都係有呢一個車流量嘅噪音啦，咁同埋呢一個商業配套咧，亦都係會比較缺乏嘅。咁呢個樓盤係缺乏呢一個商業嘅嚇。咁啊住宅嘅話咧就剩低少量嘅尾貨啦，咁可以揀嘅空間咧亦都係比較少嘅。咁啊適合一啲港澳改善度假嘅朋友啦，而且係中意景觀嘅朋友嘅嚇。咁啊第三個咧就係海柏悅峰啦，同埋呢一個海柏風景啦。咁呢啲樓盤仔嘅話咧就唔使考慮㗎啦。咁我個人認為咧就連睇都唔使睇㗎啦。蚊型發展商、蚊型樓盤，咁啊可以俾到啲乜嘢你啊？係嘛？咁所以咧呢啲樓盤咧，呢啲真係一年都出唔到幾次貨嘅呢啲，所以我都唔係好建議大家去睇嘅啦。好啦，咁啊再同大家講一講三鄉需要注意嘅一個地方嚇。咁啊大家咧一定唔好大意啊，因為三鄉每年嘅雨季咧係有機會發生呢一個水浸嘅嚇。咁啊睇樓咧一定係要問清楚樓盤嘅地勢啦。咁啊盡量去避開一啲低窪地段啦，例如好似三鄉順昌一帶嘅嗰啲地方啦。但凡水浸嘅時候，咁呢啲地方咧就必浸㗎啦。所以大家咧就要避開呢啲區域啦。
咁啊，除咗以上我所講嘅呢兩個樓盤啦，咁啊華發觀山水同埋駿景峰呢兩個樓盤啦，佢都係冇呢一個水浸風險嘅，因為呢兩個樓盤咧都係屬於係一個地勢比較高嘅嚇。咁啊特別係華發觀山水，佢係依山而建，地勢比較高，所以係唔會有呢一個水浸風險嘅。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嗰個三鄉嘅一個二手市場啦。咁普遍嘅流通性咧就真係一般般嚇。咁啊因為以往咧有大量嘅一個供應啦，導致咗住宅嘅一個存量咧，亦都係比較大嘅。咁如果你係諗住投資三鄉嘅，咁啊你千祈就唔好諗啦。咁啊因為三鄉咧佢只係適合自住或者係養老嘅。好啦，咁啊講咗咁多，好多朋友咧肯定都會問阿 Tony 啦。如果考慮中山南部，咁究竟買三鄉定係買坦洲啊？嗱，咁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，根據你自己嘅自身需求加預算加通勤地點嚟揀下 ，Tony 俾大家嘅一個清晰選擇標準咧，就係對號入座就得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係揀坦洲嘅話咧，你嘅工作啦，咁如果喺珠海香洲嘅、南屏嘅、拱北嘅，需要每日通勤珠海嘅，咁肯定係追求通勤便利啦。咁如果你係預算中等啦，咁啊總價想控制喺100到200萬之內嘅，並且係可以接受到1萬蚊到18000蚊一方嘅價格咧，而且你係重視呢一個商業配套嘅生活便利性嘅，中意成熟嘅一啲社區氛圍嘅，港人多嘅，咁你可以睇睇坦洲嚇。咁揀三鄉嘅話咧，咁如果你係港澳退休養老嘅，咁啊度假嘅，你唔需要每日通勤嘅，純粹係追求呢一個安靜嘅居住環境嘅，好嘅生態，中意低密度社區嘅，預算又唔想咁高嘅，控制喺50萬到100萬之間嘅，咁你就睇睇三鄉，我認為都係冇乜太大問題嘅嚇。咁啊總結一句，今日咧就同大家拆解咗中山三鄉、坦洲兩個片區啦。咁呢兩個地方嘅話咧，就真係冇咁多花巧嘅規劃啦。咁啊靠嘅咧就係實打實嘅一個臨珠通勤，加成熟嘅港人配套，加親民價格嚇。咁啊坦洲係珠海通勤嘅剛需首選啦，比較近珠海，配套亦都係比較成熟嘅，加上港人氛圍咧，亦都係比較濃厚啊。咁啊但係價格咧就稍微高咗啲。咁啊三鄉咧就性價比之王，咁啊價格低，生態好，絕對係港澳養老度假嘅一個不二之選嚟嘅嚇。同埋你低預算嘅話咧，去揀呢度咧，亦都係唔錯嘅嚇。咁啊最後都係提醒大家一句嚇，咁啊買樓咧就人生大事啦，咁眼見為實，耳聽為虛嚇。無論 Tony 講得幾詳細都好，都不如你親自過嚟睇一次嚇。如果大家對三鄉或者係坦洲任何一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咧，或者係想了解最新嘅一個特價房源啊、優惠政策啊，或者係想阿 Tony 幫你預約實地睇樓啊，呢啲直接都係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或者係可以通過屏幕上邊嘅 QR code 去聯絡翻我哋嘅嚇。好啦，咁今期嘅內容嘅話咧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咁我哋下一期見。